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对后日开始用健保卡去健保药局，干那买喙暗，一个人伫7天内干那会当买2袋。武汉肺炎伫台湾的感染者，有人是好日1个礼拜内就会当出院咯。香港所发生头一个死亡病例。武汉进行封城了后，伫浙江的杭州也开始进行出入境的管制。对初5开始，咱也限制浙江的人来到台湾。讲到政府实行用买喙暗爱用健保卡去登记制度，在浙江以来，干那会当买2袋。后日开始，就会当去到6500多间的健保特约药局买喙暗。有民众烦恼讲喙暗的无够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强调讲，喙暗只是健脾用品，无需要人人拢挂，爱留予需要的人。药处平常时伫药局伫卖药啊，也处理民众慢性病的连续处方，以及其他相关业务，工作是真无用。时阵也分成喙暗，因为搁再过2天，民众摕到健保卡，就到全国6500多间健保药局买喙暗。每一间药局每天配送200个大人喙暗，也有50个囡仔的喙暗。这一次增加一天花200个啊，确实会很忙，因为这几天看超商哦，都排队排得看到会惊呢哦。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参与这一次政府口罩的分配。防疫的工作，我们会建请健保署即刻跟药企解约。为了防止抢买喙暗乱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初6起会实施喙暗实名制。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这阵规划7天限买2个，每一个计小6到5块，是希望一礼拜内用户500万人买得到。下晡已经开始测试这套系统，应该会建立甲真完整，并且讲喙暗是健脾工具，无需要全面垄断。我们没有做限制的话，这供需不平衡情况更严重，那形成有一些抢购跟囤积，那就更不公平。也有民众烦恼，7天只有2个喙暗，是不是无够用？有医师建议民众，喙暗若是无垃圾、无被污染，喙暗摕落来时阵，应放伫个牛皮纸顶面，水分打起了后，放伫烘碗机内底，有紫外线应消毒杀菌半点钟，将个重复搁再使用咯。紫外线的话，它是可以去杀死一些病菌，还有一些病毒，对。但是重点就是因为那个病毒，它其实是存在那个飞沫里面，它并不是单独悬浮在空中。指挥中心强调，新措施实施了后，也会推出互民众来查询用买喙暗的所在，也有药局喙暗的现况汇报。即要上网就使查到倒一寡药局，也有剩的喙暗用买。民众必须按照身份证的单号、箱号分流购买。上班的人甲行动不方便的人，会用由亲戚朋友代为购买。也有每一个人每一摆限使用2张健保卡。囡仔喙暗只有12岁以下囡仔用买。记者综合报道。留伫咧中国武汉的台湾人，因用包机的方式，第一批伫昨半暝啊，登来247人。到桃园机场的时阵，经过防疫检查，其中有1个人发烧，2个人有呼吸道的症头，还有1个囡仔腹肚痛，其他人是请因到国内的隔离场所。另外，台湾目前是医治10例的感染病例，其中有1个经过2摆检验都无检出病毒，若准其他检验也通过，这也代表讲伊好日2啊，1礼拜内就会当出院啊。初3半暝啊，伫留武汉的247名台湾人坐专机返来台湾桃园机场，机场人员落机入境，采全程全员隔离，并且通过发烧体检站进行几啊道关卡检疫。初步体检了后，有1个人发烧，2个人呼吸道无爽快，直接后送收伫负压隔离病房。另外1名幼童腹肚痛由家长陪同就医。中方在上机前他们也非常的认真做了相关的检疫。所以有查到1位是最后没有让他来登机，所以我相信这一位应该就是不会说是故意有发烧而来上来。相关单位唔敢代志，动员游览车甲救护车伫边仔待命。军方也出动化学兵，穿着装备，挂喙暗手套，消毒所有行李。大约透早3点完成入境检疫程序。无镜头的人才会当透过14台游览车，分别驶送到北部2处甲中部1处，进行为期14天严格1人1室隔离检疫措施。
在这一段隔离期间呢，那么没有必要是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那么换言之呢，如果他的每日的3餐呢是由我们的后勤组人员那么送至该楼层之后，那么到房间里面，那么各自饮用来领取之后来使用。指挥中心表示，隔离期间所有检疫过程拢是由感染科医师伫通风良好的空间执行。隔离民众生活的所有的衫物件本数，也甲环保署合作，比照医疗废弃物办理。到目前，台湾犹原维持10例确诊个案，而且状况拢算稳定。指挥中心也证实，目前已经有1名患者2摆检验拢是阴性，那再次采检犹原阴性，上近1礼拜来出院。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除了互中国武汉封城以外，仅有900间大商公司的行收也实行出入管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讲，对初5开始，浙江也列做2级的流行地区。也因为疫情的影响，到大商往返量化，陆委会也强调讲，有透过海基会甲当地联络，政府一定会甲恁斗相共。为着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拓开中国各大城，亲像杭州的市委宣传部就公布10项管制措施，强调全市各单位严格进行封闭式管理，严控外来人员甲车辆。亲像封城，大协统计，杭州大商差不多900多间，住伫杭州的台湾人有3000到5000人。前面的潜伏期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很难预防。那政府呢，就等于是做了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说，对每一个小区啦、每个村庄啦，各自成立一个管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你进出小区，他都会给你量体温，没有说因为这样就物资缺乏，没有啦。对，可能口罩比较难买一点。如果你有发烧，就是请你待在家里面，就是不要出门。政府已经禁止中国河北、广东甲温州人士入境台湾，不过考虑浙江疫情严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初5开始将浙江省列入2级流行地区。住伫浙江的中国人禁止入境，其他入境民众，确实浙江省旅游署都必须列入居家检疫14天。他们实施的陆运管制，限制居民的活动，所以我们要把它作为2级流行区域。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从浙江进来的，浙江进来的都会列入我们的居家检疫14天这样的一个措施。但市长强调，因为河南、安徽甲江西等省市病例数也增加真紧，现阶段建议，若是无必要，暂时唔通去中国。另外，目前有原伫留伫河北、浙江这的大商，陆委会甲海基会强调，会全力来协助。我们也一直透过海基会与当地的台商协会保持联系，把当地的状况以及台商之间能够建立起联络的群组，透过这些政府也提供必要的协助。由温州大商认为，当地疫情虽然紧张，不过无到惊吓地步，目前偏向进行预防性措施，避免交叉感染。中国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拓开，农历过年之前，武汉就封城，致使大批大商滞留。不过杭州、温州是大商回来台湾过年，搁回去中国了后才进行封城，大商认为情形无同。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目前在香港有17例病例，而且在今仔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对外表示，出现头一位死亡的病例，是一位捌去过武汉39岁查甫人。因也烦恼讲疫情会变愈较严重，医管局员工阵线也搁再发起罢工，希望香港政府会当全面封关。另外，澳门政府也宣布讲，跋筊的相关行业休困半个月。香港卫生署甲医管局宣布，香港境内出现第一件武漢肺炎死亡確診。有一位病人咧，就喺今朝咧就不幸離世嘅，即係喺短時間之內見到佢咁差咧，咁醫生都覺得佢嗰個死因咧都暫時都未能解釋到嚇。醫管局表示，死者是39歲男性，捌一個提起武漢，當喺香港了後出現發燒這症狀。伫1月31日送去病院隔離治療後，過去幾天狀況穩定。最近這2天香港氣球竄次數增加，這是早起過身。同時香港也增加2名確診，2名疑似個案攏無武漢旅遊史，已經有17人確診是武漢肺炎。全區域封關救港。
环保部汉肺炎疫情扩大，医管局员工阵线要求全面封关，发起分阶段罢工。虽然港府宣布测试开始，改变真济口花减少人流，不过也受真济医护人员不满政府拒绝完全封关，继续第2阶段罢工。公立病院维持有限度服務，佢去醫管局請願。我唔想香港再次好似17年前咁樣，希望政府聽我哋嘅訴求。It's closed 40% of the border and remains 60% of the China border. We demanding which is fully closed of the border, which controlling the virus come from the China. 醫管局員工陣線強調，會評估事態發展，當出現社區大爆發時，會呼籲會員重返工作。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指出，包含新生兒 ICU 一個隔離病房這嘅患者，攏因為罷工事件受影響。更加傷心或者痛心咧，就係新生嬰兒嘅深切治療部部分嘅員工冇返回工作嘅崗位啦。咁所以即使醫院管理局作咗應變，縮減咗啲服務，尤其係一啲非緊急或者係門診嘅服務啦，仍然係令到值勤嘅醫護嘅同事咧係加重咗負擔。對繼續登記嘅醫護人員，林鄭月娥表示感謝，不過香港目前無全面封關，是唔是北京當局決定？伊無回應，只講會繼續檢視疫情，無排除有新措施。另外，喺澳門方面已經錄得10例確診，為了防止疫情擴開，澳門政府宣布，博彩業加相關娛樂業未暫停營業半個月，減少勞工出入澳門，降低交車感染機率。未來也無排除暫停部分口花，一切決定都會進行細緻嘅評估。記者綜合報道。那針對中國返來台灣的民眾，去予醫生看的時陣，健保系統會跳出警示，要醫生注意。真煞有風聲講，有民眾想無想要佇處理隔離，用自費方式，無就是無要扎健保卡。予基層的醫生煩惱講，防疫的鬧交氣。健保署也表示講，會趕緊設一個查詢網站，只要用身份證號碼，就當查到病人的旅遊史啊。病患跟家屬要帶健保卡哦，沒有帶健保卡要填問卷哦。看病前出示健保卡初步確認身份，再來看證插卡，只要是為中國返來的民眾，健保署分單系統就會跳出警示信息，讓醫生隨確認病人旅遊史，防止做確診周全。因果煞有基層診所醫師發現，有人煩惱防居家隔離檢疫，改做自費看病，逃避健保卡分段注記。如果是用欠卡，或者是用智慧門診，我們卡插沒辦法插卡啊，所以他是不是從大陸回來的，或者是最近有沒有什麼問題的？真的，我們站在第一線的基層醫生是無從查獲的。醫師也表示，無扎健保卡證件也是自費看診的病人，近來人數有增加的趨勢，反而成為防疫的空棚。唯有適當的一個病史的詢問，我們醫護人員才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面做出正確的一個判斷，對你的病情，好，對你的家人的一個判斷或者是一個處置，才能夠是一個最正確的一個情況。健保署講，確實有醫生反映，對着民眾揾到武漢旅遊史，有嘅2天來強化查詢系統。在醫院裡面，他可以直接 key in 那個我們的這個病人，也就是我們的民眾的 ID， 然後我們的健保署裡面的那個資料會知道說，他是不是有給那個我們的那個第一線的醫療院者知道說，這個民眾有沒有到過中國。伊即擺規定，民眾若無扎健保卡，醫療院所會當透過電話向健保署確認民眾健保身份。因為暗時無人通查，健保署將量查假設網站，只要輸入身份證字號，就會當查詢民眾旅遊史加健保身份。記者綜合報道。咱攏知影講飯會當亂食，話唔通亂講。最近佇面冊有人佇咧亂講，住佇南投市有一位對武漢返來民眾受到感染，佮用照音的方式寫因兜地址，大家撒咧亂傳，民眾也真驚嚇。刑事局也抓到這個亂寫文章的人，該依照傳染病防治法寫依法定罪，該移送南投地檢署偵辦。另外，佇新竹姚萬友因為假消息已經被起訴啊。世代民眾佇社群團體鋪文，講南投有民眾為武漢返來，也講感染肺炎，並且將這位民眾住的所在以海音方式廣播，甚至講敢若真呢愛大家細字，謠言佇網絡轉傳，引起民眾驚嚇，檢警隨介入偵辦。非常具體，直指該戶人家已經全家得了武漢疫情。那據衛生局的這個了解，並沒有這樣子的情勢，因此它的內容確實屬於不實誇大的一個情況。
而且会造成相关邻里之间的一个民众恐慌。南投卫生局也说明，自行散布消息都可能违法，相当会当以传染病防治法63条罚300万，加违反社会罚金班。部分的细单查某人也被喊上南投检防金班。李新德也有网友散布谣言，讲到当有某一群朋友有感染者落跑，也强调这是真的。也有网友伫群组都散布假消息，新德地检署知影后追查假消息来源，2天内侦查总计3件3人，以情形的轻重分别改因起诉甲缓起诉。认为被告等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63条的规定，散播有关传染病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并依情节轻重，分别提起公诉及为缓起诉处分，支付缓起处分金各新台币1万元。检方侦警侦办也一再呼吁，唔通过转传不实消息。防疫关头，若讲过继续散布，除了会当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开罚，也涉及刑事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星梦邮轮其中有一台世界梦号，正月19对中国广州出发，要去到越南。不过中国说讲，伫船顶有3位是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这台捌过患者的邮轮，目前就停伫高雄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暂时不准旅客落船。不过伫前一日邮轮停伫基隆港的时阵，游客就已经落船啊，恐惊会惹是生非。大型豪华邮轮世界梦号1月19对广州南沙出发，到越南岘港进行5暗的越南旅行。确实传出再有3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我们现在只接获到有关单位的通知，是1月19号到1月24号这个广州南沙出发，以及24号返回广州南沙这个航次。那其他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异状。星梦邮轮在台委任公关公司讲，1月2日就无搁接中国旅客业务，邮轮也做了彻底消毒，业国旅游业务并无停止。而这摆停靠高雄港规划行程是香港台湾4天的旅行。2月初2对香港出发来台湾，对北部升到南部。2月初3停归人港，旅客有落船。一直到初4停高雄港，才因为捌载过武汉肺炎病例，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求不用落船。会议正在开。好，那倾向于不开放。我这边我们接获的信息跟我们的作业规定，好像没有就是说禁止他进港的理由啦，就管制这个船员，这个不能下船，相对的这个旅客就没有办法下船。配合检疫管控，世界梦号停伫高雄港，旅客共留伫邮轮。也过前一天停伫归人，人客确实已经落船。外界烦恼恐惊真多防疫缺失。不过邮轮讲，一直到2月初3才接到中国确诊病例通报。而这阵民众知影讲，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也出现退订情形。消保官讲，依照邮轮定型化契约，这边符合不可归职的要件就用退费，也过可能扣除必要费用，亲像港口的停靠费用，所以讲无多专家来退费。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对今日开始，全台湾的超商甲药品杂货店拢买无催暗路。对后日开始，民众爱用健保卡去健保地域药局买催暗。不过，伫南投、台东一寡所在，若准是较偏乡的，敢若一间健保药局，甚至有的人为着这2袋催暗，就爱开上百块的车钱，有影是真袂好。武汉肺炎全民抢催暗造成大欠费，中央决定为7日开始全台实施买催暗实名制。不过，南投县人啊向健保特约药局，全乡只有1间，六个信义等地连健保药局拢无，偏乡居民怨叹，想要买一催暗真是真困难。根本没有看到口罩在哪里可以买，都去问过啦，包括药局、7都问过了。我们前几天怎么找都找不到，到了他已经感冒，我们送急诊，然后到那个普及才买得到1片6块这样。这个可能在平地是可以适用的哈。那在我们原乡地区啊，我们这边有16个村、25个部落了哈。那我们的人口数才16000左右哈。那我们才只有一个特约的药局。仁爱乡长表示，全乡唯一的健保药局甲卫生所共款拢伫个无写，真济部落族人拢爱加设1点钟车停，所以建议中央爱因地这期，偏乡应该依照人口比例配合公所，各发予各村，才真正照顾偏乡居民。
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我们的孩子们都在外面工作，我们需要这个口罩的话，也要方便出去买才可以。每一个点配售的口罩量是有限的啦，成人的是200片，儿童的50片，如果卖完了就没有。另外，台东也部分偏乡部落无提供健保药局，亲像达仁乡、大埔乡甲金峰乡，村落分布真大，离卫生所20-30公里，民众为着买2片喙安，爱开200块的车钱，根本算袂符。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目前正在研究由卫生所山地巡回医疗，将喙安随医疗团队到部落协助来买。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目前是小媒体，讲到喙炎的问题，有的人是买无，那准买话的人去病院有挂出来，也是乱拼。在婚林县的卫生局接到民众的通报，讲只是这物件乱拼，也是只是病院诊所爱有喙炎的回收桶，才会当消灭病菌。来到病院附近的停车场，脚卡顶面会当看到用过喙红，连停在路边的脚踏车篮内面，嘛被当作粪扫桶乱拼废弃的喙红。过来到另外一间病院，四周边的道路，同款发现真侪用过喙红被冻杀，有民众就烦恼，安尼恐惊成为防疫的死角。就是看他个人的那个道德行为啊、心态啊，想说从医院出来就不用了，那是不对的。这是个人的修养理念的问题啊。因为这环境是正人保护的，唔是讲个人的啊。为了防范武汉肺炎疫情，现在这处医疗院所长照机构，拢会先量体温并挂上喙红。当民众出来病院后，凊彩甲用过喙红撇在路边。桂林县卫生局接到民众通报，这是各病院来诊所垃圾桶内一种，嘛要呼吁民众莫凊彩来撇用过喙红。通告县内的这些医院哈，在它的出口、出入口啊，还有就是停车场的部分哈，放置这个口罩的回收的一个箱哈，避免造成2次污染。桂林卫生局长张春美就表示，用过喙红处理和一般的医疗废弃物方式同款，通常拢会来散分化，但唔管用过喙红是毋有感染性。现在请各大病院和诊所精选喙红的废弃桶，加强集中管理，民众千万莫搁乱拼，来确保防疫的环境安全。记者为你报道。讲到武汉肺炎，敢有法度开发疫苗来甲治理？中研院的学者表示，这是长期的抗争。美国也表示讲，上紧爱3档的时间。不过，咱台湾已经成功培养武汉肺炎的活病毒，对日后疫苗开发真有帮助。武汉肺炎好全球行到要死，下晡科学林杂志邀请台湾各界学者召开科学家串联行动会议。会中台大副校长张尚顺指出，就伫澳洲宣布分离出病毒无偌久了后，台湾也已经成功培养出病毒，这对于后续的研发有帮助。对于病原的探讨，对于这个跟人的细胞之间的相关的互动的关系，对于怎么样快速的诊断，或者甚至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一个治疗的模式，当然会有很大的帮忙。参加会议的各位议员也表示，有病毒株也协助开发快速试剂、快速检测。不过，中研院研究员讲，传统培养出病毒了后，去活化制成疫苗方式，无适用伫个武汉肺炎病毒，因为安全性是上大疑虑。现阶段上界可行的方式，利用病毒表面上上主要的糖卵白。即阵美国方面已经有相对明确方向，不过学者是强调，疫苗研发是长期抗战的代志。他有提到说，可能在3个月内可以开始做临床实验。他也有提到，可能最快要3年后才可以用。所以疫苗真的是一个长期抗战的一个方式。学者更指出，之前发生的 SARS 甲 MERS， 到即阵也未研发出疫苗，显是无想的遐简单，只有药物研发。国卫院研究员表示，正伫积极实验已经知影的旧的药物，要安怎合并使用，才有法度提悬疗效。即阵是保持小心乐观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受到感染的人数也冲破2万人，死亡人数也超过420多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头一摆承认讲，政府在防疫初期是无好好处理。武汉肺炎疫情无看到控制，经过官方资料，到初三为止，中国境内确诊病例已经破2万，死亡人数425人。疫情重灾区河北省一天内增加2345件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加64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第一摆承认，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处理不适当，只是该严听失职人员。不过相关报道却只看到主播念稿，无看到伊。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收教训。疫情中心武汉市真近期的火神山病院也在初三启用，收治第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人。该防军阁出动8架军机，炸掉救援物资，调派医护人员进驻病院。一定的程度上，一定可以缓解那个武汉市的那个肺炎的这个医疗那个资源的那个紧张程度。这个病人有更多的可以去看病的出去了，他们应该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这个药品是已经准备了一些我们看胃肠道的一些药品，因为我们这个肺炎的患者很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另外，中国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宣导民众，无代志就倒厝内底唔通出外，无论是透过无人机、喇叭放送，甚至是拍底片，都是要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继续传开。老奶奶，别看了，这是咱们村的无人机啊！你不戴口罩就不要出去，不要乱跑，记得赶紧回家，回家洗洗手。武汉肺炎引起全球紧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指责，美国无提供实际帮助，佮带头踢球，禁止中国旅客入境，这就惊吓情绪。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杜大辉认为，其實這是中國家己做得來。If they want to find someone at fault, they could point the finger at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sat on this information for about 7 weeks before they started doing anything. So we're a little bit behind the curve. 美国疾管局专家回应，美国封关是因为上好的科学判断，安尼才能降低疫情拖到美国速度。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在全世界已经超过2万人受到感染，真侪国家也开始撤离因的侨胞。有一台捌接过香港武汉肺炎患者的日本船只公主号邮轮，奉紧急调回爱接受检疫。这台船顶大约有3700多人。另外，在南韩甲英国，拢有对武汉来观光客入境了后，却熊熊失踪。这次豪华邮轮船只公主号测试停在海滨大乌码头，等待日本后省劳动省人员定准检疫的结果。因为1月20捌载一名80岁香港乘客，1月31确诊得到武汉肺炎。目前船顶差不多3700人当中，有真侪人发烧被隔离，检疫结果当地测试较暗会出来。另外，南韩是宣布为测试开始，全面禁止14天内去过河北省的外籍游客入境。为中国其他地区入境的游客，包含南韩国民在内，拢必须经特别通道接受严格检查。南韩测试增加确诊女病人无去过中国，是为泰国回国了后发病。另外，对检疫拖了紧的时阵，南韩甲英国拢传出有来自武汉的游客伫入境了后失踪的离谱的情形。南韩有65人，英国有更较侪，有480人，警方正全力找找当中。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本土已经宣布武汉肺炎是公卫紧急事件，加上境内确诊病例继续升悬，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卫生部会通知国会，要求增加差不多41亿的新台票，用来对抗疫情。同时，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动用差不多32亿新台票紧急公共卫生资金。美国国防部也证实，已经接受来自公卫服务部的要求，提供军营进行隔离为武汉回国的美国公民。DoD personnel will not b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se individuals, nor will these individuals have access to the base facilities beyond their housing. 澳洲方面，德国的巴伐利亚邦初三个确诊2件武汉肺炎病例，拢是进前确诊18人后生，证实出现人传人甲群组感染风险。另外，英国第2架武汉包机车至回国，机上11人，其中10人已经直接送去阿罗公园病院隔离14天，另外1人好亲像出现症状，直接送医治疗。另外，澳洲、捷克、意大利等国的武汉包机初三拢已经登记到国内。其中，意大利撤回56位民众直接被送去罗马教会军营隔离。
捷克宣布为初九开始无限期停飞中国。欧洲上大德国汉莎航空、其他汉莎航空、奥地利航空、甲瑞士航空飞北京、上海班机停飞时间延长到2月底，其他多次航班伫3月至8进前也全面停飞。记者综合报道。伫美国国际发生校园枪杀事件，伫德州当地时间初3透早，德州龙岗大学康维斯分校的宿舍发生枪杀案，造成2个人死亡，一个查甫囡仔受伤。目前警方也正在追查死者甲凶手的身份。警方在宿舍四周围有封锁线，位在德州达拉斯北边105公里的德州龙岗大学康维斯分校，当地时间初3早时发生枪击案。警方伫宿舍一间房间内底发现2名女性死者，甲一个受伤的查甫囡仔。This morning at approximately 10:17 a.m.,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 student who lives at Pride Rock. Officers responded and found 2 deceased adult females in a room. A third person, a small child, approximately 2 years old. 这查甫囡仔送医急救了后，情况稳定。学校一度要求所有学生甲教职员就地来避难。后来无找到疑似凶手人物了后，就解除命令，并且宣布迄天课程全部取消。警方无透露死者是毋是学生，而凶手的身份甲犯案动机也有待调查。The A&M Commerce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s working diligently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t at Pride Rock Residence Hall on our campus. 这间学校去年10月底才发生学校外口枪击案，造成2个人死亡，10几个人受伤。而警方虽然伫2天内底抓到1名嫌犯，也毋过后来因为无看到证人，有是甲凶手放走。德州是全美国枪击管制上较宽松的地区之一。2016年，温顺拥有合法拥有枪击证的人，用合法早枪去学校，只是卖提出来。而去年9月，佫进一步放宽限制，温顺合法有枪的人用早即枪进入宗教场所。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北海道札幌雪祭在今仔日正式开始咯，现场有200多座的冰雕甲雪雕，也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今年来参观雪祭观光客有可能会较减。日本北海道札幌雪祭初时正式开幕，三个会场总计200多座冰雕甲雪雕，人家为各地专工来的国内外旅客来到活动的现场，上引人注意的就是这座波兰宫殿大型的雪雕，以实际大小1/2打造。另外，还有这只悬12公尺的北海道纯精美作品，也是这摆雪祭的焦点。也毋过因为落雪不足，雪祭往年拢有10公尺大型的储存量，今年悬度只做到7公尺。为了让雪祭会当顺利进行，逐工载驶到现场的卡车数量比过去加1倍，运输成本大大增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观光的人比有期落半，真可能会低过去年274万人次。因应疫情，大会也特别准备消毒水，放伫每一个入口甲便所，予游客使用。其他应对措施也包括制作防疫告示牌。甲用中英日语广播宣导大家挂嘴网，目的就是要确保11雪祭结束进前，未发生团体感染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咱未来的副总统赖清德在今仔日去到美国华府，伊伫伊的面册有铺伊甲较晚台湾派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会面的相片。卢比欧也伫Twitter发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以及着国际民航组织 ICAO。赖清德这回重点是出席国家祈祷早顿会，这也是华府重要的政治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敢会见到美国总统 Trump 呢？有去的前立委萧美琴也表示讲，一切顺其自然。顺利到美国纽约的准副总统赖清德坐火车到华府，先观察大家敢有挂嘴烟。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国内大家拢咧抢嘴烟，赖清德借此呼吁大家保持平常心。伊即阵去美国，嘛甲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见面。毋但卢比欧伫推特发文支持台湾加入 WHO 甲 ICAO， 伊嘛放甲赖清德握手的相片。赖清德当时伊嘛伫面册发文感谢卢比欧对台湾的支持。赖清德即届敢会替台湾争取参与 WHO， 嘛受到大家关心。
个人的身份来访哈，应该是礼貌性的拜会哦，相互交换意见哦，并没有特别赋予特定议题要做进一步的协商或讨论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我相信国际上很多朋友也关心，也想要了解台湾的一些防疫经验哈。那这些经验我想如果在各种私人的对话当中出现，我并不会太意外啊。陪同访问美国的经理为萧美琴强调，只要有机会，拢会争取加入你 WHO。美国方面有不少人想要进一步实施热清的，但是这届真侪拢是私人行程，并无公开。对于各要出席的国家祈祷早顿会，各方关心敢会甲美国总统川普来见面。好像照惯例他会去参与那个国家祈祷早餐会哈，但是这个就是顺其自然吧。因为赖清德嘛是准副总统，伊即届去美国嘛创下台美1979年断交以来台湾访问美国华府的上悬战绩，互看做是台美关系有真大的进展，一举一动大家拢咧看。记者郭灿平做台北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执委会伫昨午举行。武汉肺炎也正做大家讨论的焦点。咱台湾的友邦史瓦蒂尼替咱斗讲话，讲爱捍卫台湾人民的健康权利，说互主席重点，甲时间交予中国来代表发言。中国硬要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台湾分享疫情资讯拢是公开透明的，所以台湾无需要加入 WHO。咱的外交部也批评讲，中国利用政治伫咧压迫台湾人，呼吁世界各国就要看清楚中国的邪恶本质。武汉肺炎拖到今，全球已经有超过2万个确诊案例。初三登场的 WHO 执委会聚焦疫情控制，甲台湾参与 WHO 定期第，严过伫会议上，中国一直打压台湾，坚持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无需要加入 WHO。所谓的不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根本不存在。这不过是台湾当局图谋参与世卫大会而编织的谎言和借口。咱国友邦史瓦蒂尼伫执委会发言，挺台湾人民的健康权利，求予主席拍档，那将时间让予中国代表，还批评史瓦蒂尼偏离会议主题。Which you would like to demand？刚才有代表利用这个讲坛大肆的炒作涉台问题，纯属出于政治动机。中国外交部再次表示一个中国原则，国台办讲台湾伫得到疫情资讯方面无存在障碍。也毋过，咱国外交部批评中国用政治恐吓台湾人民，呼吁各国看清中国的邪恶本质。中国政府横蛮无理的邪恶的本质，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在此表达最严正的抗议与高度不满。因为世卫秘书长谭赛德不时发言挺中国，有网络人数要求实际落台目标设定30万，目前已经突破24万人。也有外国媒体伫粉专分享一段内容是谭赛德发言到一半突然砍哨的画面，引起议论。Don't worry, it's not corona. 台湾到今确诊数10例，也毋过 WHO 初四煞将台湾疫情定录13例，因为初三头一批武汉包机返台的台商甲台县3人出现发烧的症头，目前犹原毋是确诊案例。针对确诊数字无正确，疾管署强调已经要求 WHO 改正。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对付武汉肺炎，入境台湾的管制也变更较严。外交部也宣布讲，对2月初7开始，伫14天内捌去过中国的外籍人士，拢袂当入来到台湾。从2月7日开始，过去14日内曾经入境或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一般外籍人士，将禁止入境我国。这个包含享有免签证待遇、落地签证及电子签证待遇，以及持有有效签证的外籍人士。第二点，对于有特殊的原因确实需要访问台湾的外籍人士，如果在14日内未曾入境或居住在中国大陆的重度疫情区，可以申请入境签证。但是呢，必须准备齐全下面的文件，我们驻外管处才能依规定受理。外交部表示，爱传的文件有14天内的旅游史，若准有去到中国疫情较严重的所在，是直接放拒绝。另外，也爱有7天内的健康检查证明，袂当有发烧、呼吸道或者是肺部感染的情形。若准入境台湾出现症头，就爱随来通报。
台湾目前已经禁止带伫中国乌北、广东甲温州地界民众入境啊。受到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缅甸航空宣布取消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航线，已经先停飞的台湾往回意大利航线，透早是由华航甲200多位旅客接回来。另外，孟加拉也限制中国人入境，刷扫到台湾。外交部表示讲会继续沟通。代理缅甸航空的台湾旅行业者2月7日向阳受到这场社因应中国武汉肺炎，缅甸航空取消中港澳台维曼德勒航班的公文。不过台湾目前也有228位团客伫当地，原定在礼拜六登台湾的班机被取消，业者求助主管单位拢无消息。初步了解是说这是人家的内政问题，所以他们无权去协调。我们的客人去了就回不来。目前预计本周6跟后续回来已经定位的旅客，总共有228个人。对于这个需要的国人呢，我们的住处呢会提供必要的这个协助。那进一步相关的这个发展呢，也是透过我们驻缅甸代表处进行了解，也跟这个缅方在相关的这个交涉当中。外交部表示，初步了解台湾航空业者无被缅甸政府取消航班，就缅甸航空停止中港澳台航线，会透过管道沟通，协助台湾旅客回国。受到武汉肺炎疫情暂时停飞台机航线，经过台湾外交部抗议沟通后，意大利开放华航一班空机去载回台湾旅客，在透早顺利登来。是从阿比利的维也纳转机回来，后来又说直接派专机来接。对，我们超开心的，看到他们好兴奋。还有2团的这个60人的旅客，也透过旅行社的安排，透过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点，据我们所了解，会从维也纳再回到台湾。观光局表示，华航空机接回200多位旅客，其他旅行团会改变航点登台湾，由附近航点维也纳登台湾无滞留问题。孟加拉第7日宣布暂停中国公民落地签证措施，致使台湾人入境也遭到困难。台湾驻印度代表处已经向孟加拉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台湾无受这限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股市在今仔日是开红盘，亚洲股市也对日起，台股也有台积电加大立光带头，有起201点，收伫11555.92点。也因为全世界经济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有可能会较歹。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嘛影响全球经济，都要各个角落。旅游观光甲零售产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真侪城市目前拢是封城的状况，但政府嘛拢宣布复工的时间延期。嘛有大商伫中国面对经济损失渐渐扩大。武汉它是这个汽车零组件生产重镇哦，那所以说台商在那边投资从事相关产业的生产的话，它可能会面临这个断链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冲击啦。如果说它没有办法顺利的把产线移回来的话，它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因为目前是缺工嘛，而且中国大陆开工要延后。学者表示，2003年SARS疫情爆发的时，嘛对全球产生冲击。迄当时中国经济规模到1兆6000亿左右，迄当时是占全世界 GDP 差不多4%。不过即马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到4兆5兆美金，占全球 GDP 已经来到17%。因此，真侪医学机关拢认为讲，今年全球经济成长下修机会会较悬。那受到美国反弹、甲外资转卖变卖因素，拜大陆台北股市拜二是以起44点半开出。伫台积电大力光、鸿海带头之下，落尾起201点，收在11559.92点，新高在新台币1597亿。被动元件像有些 PA 的股票已经跌深了，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所以说今天这些个股还是持续的强势。台积电今天涨了大概10块钱，就将近贡献指数100点。分析师认为，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搁伫继续，第三市场也受到疫情发展的影响。但是疫情得到控制，今年资本市场的表现也是会当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劳动部有公告14天的防疫照顾假，不过大部分的企业拢是引准员工请假，无要付薪水和辛劳。也有企业是半日的薪水，若准是全薪，通常拢是国营企业为主。不过伫台南就有一间私人企业，因为福利有一寡陪囡仔的假，而且是请假也有薪水哦。幼童表演奖也是可以用在这个防疫上面的，没有扣薪啊。
台南车顶大厂员工俄罗公司福利好，早伫去年就推出类似政府防疫照顾假，而且也是专心给付照顾假。像幼童陪伴假，当年12点钟有薪水假，学童开学假1天，加3天中假关护假。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给了3种的假，那这个假是希望协助这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呢，他能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照顾这一些他家的小朋友。至于政府因应武汉肺炎疫情规定的防疫照顾假，劳动部只规定，资方袂当补充假上侪14天，袂当影响员工出缺勤考绩，敢是互薪水依公司的规定。法律没有叫你要付薪嘛，事实上他不来上班，对企业的运作就已经产生一些影响。而且如果你真的要给薪，那就会有些人想贪小便宜啊，我就不来上班。这一阵子在营运上也确实也受到一些影响，包括前端的美中贸易，他们也受到一些损失。有能力的，但你要多照顾；那没有能力的，你也不能勉强。人总表示，第一季属于传统小会，认为有薪防疫照顾假爱看各公司敢是会当负担。经济能力银行调查，有哪些企业偏向无要付薪水，目前只有中国银行、台湾银行、第一银行等付14天的有薪水防疫照顾假。兆丰银行是7天有薪水，7天无薪水。台积电付半薪，鸿海是准假无付薪水。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价别，可以让这个共同人可以选择了，还是希望说共同努力，所以就是会发放半薪。防疫照顾假敢是互薪水，国民党立委建议政府应该比照SARS期间，互企业赋税优惠，也是编列防疫特别预算，比照育婴劳日停薪津贴标准办理，补贴6成薪水，减轻公司人事成本压力，才会当提悬资方互薪水议员。劳工请防疫照顾假交互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所有医疗院所、催暗工厂、酒精工厂以及着送货物流业，大家拢嘛拼性命伫咧加班。有业者烦恼讲，敢会违反劳基法例？劳动部也表示讲，若准定着天灾事变或者是紧急事件，无受到加班时数加1天休1天的限制。准备要交货送出去，做物流司机的连线是捌伫过年连续上班12点钟。即阵面对武汉肺炎一直摊开，若是公司叫伊斗3天加班送货，伊也愿意来配合。征召我们去，我们还是会去帮忙嘛。这个是国家的事情，又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那个 SARS 的时候我们就经过了啊 ，SARS 的话，我那时候比较严重。受到武汉肺炎影响，催暗需求量大大增加。彰化一间催暗生产工厂，对年节开始就一直赶时出货。业者讲，有员工到即阵也无休假，出现精神紧张，加在国军动员兵力，测试加日生产斗3天，互员工会轮流休困。疫情的事件可能可以豁免这一块的那个7休1的条例，但基本上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着想，还是会在7休1的时候安排他们休息。包括各级医疗院所拢动员，生产催暗，也有消毒酒精的工厂也加开线线，也有物流业、通路商送防疫用品，人拢无够一直加班。劳动部是讲，依照劳基法的加班规定，因无休加班，每天12点钟，也有做7天休1天的限制。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有这样的事由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加班规定。那它一天的加班时数，连同正常的工作时数，一天本来限制有12小时。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可以突破，可以不受那个原来的1个月46小时的限制。防疫亲像作战，虽然依照突发情况放宽加班休假限制，也外界烦恼可能造成劳工成果超劳。劳动部解说，这种特殊加班必须保障劳工权益。头家除了在事后24小时内向工会也是地方主管机关报备，劳工停止放假工资也应该加倍发放，并且事后补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教育部宣布大学是迁到2月25以后才来开学。中国学生就算2月初9以后，也是暂时莫来台湾。也伫中国的中学学生表示讲，惊课业无法度完成，也有人讲规期去休学顺路煞。另外，去中国读册的台湾学生也受到影响，教育部也正在研究相关的措施。在台湾读册中国学生原本暂缓来台到2月初9，避免防疫劳动。各部初3宣布，初9了后继续暂缓来台。听到消息，中国学生只好搁看卖咧，上歹进行到休学。我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就是说这学期可能就要休学，因为疫情，说实话
有人不乐观的估计也要等到什么3、5月份、4、5月份的样子。我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这学期可能就整个学期就废掉。无确定什么时阵解禁，班机也可能被取消。受访的中国学生指出，春节东澳暂时无必订机票。另外，就伫台大读硕士的中国学生烦恼，今年已经是第4年修业年限，若是到4月、5月才来烦恼论文内容，未当毕业。4、5月再回台湾的话，就是我担心我毕业论文写不完，然后如果是按照这种系所的规定的话，那可能会肄业了。未当来台湾学习要安怎呢？以台塑台为例，已经研究定顺中国学生意愿，应选择所谓认证学习或者是休学，那休学暂按放宽休学年限，甲延长修业期限。如果不休学的话，我们就用数位学习的方式来做处理，或者就是安排他们到大陆的我们的姐妹校去做交换。教育部要求各大学2月7日之前提出授课方式，甲成绩考核等安排各报备核备。针对部分伫中国求学大生，因为停课或者日延后开学，恐惊考核长期，教育部指出，已经研究回来台湾学习宽期办法。不过中国有学历财政问题，无想要回去读册，也爱经过原校同意较复杂。那比较港生的短期选修，无看下学费，就较有春秋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高速公路局头一摆针对高速公路的路径定时速60的限制，若准有人伫路径超速，甚至是违规变换车道，会当罚3000块以上。新的规定在2月17日就来施行。提供予公务顺路道路救援紧急事故处理的高速公路外边的路径，即阵只有伫特定路段开放的一般的车辆。高公局考虑开放路径措施真接，以路径道路宽度甲国道主要车道比较，为0.5到0.75公尺。综合考虑的明定路径限速是60公里。在国道开放路间已经实施了多日多时。那不过因为详细的一个作业规定，那我们是第一次在2月17号来颁布行驶路肩的时候，车速不得超过60公里。高公局提醒用路人，开放路径措施是违反国道尖峰时段交通塞车的变通做法。另外，车道甲路径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拍方向灯，确保安全。有人感觉一般主线车速可能有90公里，切到路径要变做60公里，烦恼一辆减速有安全问题，也让路径变做慢车道。你60很麻烦，对你这边是90、110，你这边60，你怎么去那个？我觉得原来的不错。60你就也觉得没办法接受？对，我不接受。太慢了。太慢。另外，考虑部分开放路径重点接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也是出口10道。高公局也规定，开路径的车伫出口前50公尺，不应再开回主线车道。新规定在2月17开始实施，会协商各道公路警察加强巡逻稽查。若是伫路径超速、违规变换车道，应罚3000块以上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清北坑的寿天宫，正月15元宵有打米糕桃食平安的活动。今年的米糕桃有8880斤，民众打这个米糕桃去到庙埕敬神，也感谢上帝公的保庇。甲红布掀好开，用糯米也够糖做成的米糕，用做是寿桃的形体，大大粒的米糕桃，总共8888大斤。这是一年一摆南投县民间乡寿天宫庆祝元宵所举办的打米糕桃食平安的活动。只要到元宵节这个卡刀，新男新女就会打米糕桃去寿天宫的庙埕，甲地爷公说多谢，感谢伊规年的保庇。觉得这个很好。觉得有感受到那个庙方的那个心意。好，这是很传统的那种所谓的，怎么说？这是从以前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习惯了。民间乡寿天宫到今已经超过360年的历史啊！迄当时因为交通无利便，信众若要去拜地爷公，就会甲拜拜的物件，亲像寿桃、寿面，放伫个竹篮内底，一路派去山顶，甲神明祝寿。总是时代无共啊，这种骨力食苦的精神，即嘛已经真罕得看。不过庙方望讲，会使继续传承这个精神，骨力推动。即阵寿天宫平安米糕桃的活动，也已经真做是全台湾3大元宵宗教民俗活动其中一个。迄个斩米一包装啊呢，甲包装起来，就是卫生的问题，所以我今年会加安尼。用伫咱2月7、9，咱早时8点开始来开放，互咱所有这些男性女
当来现场领咱这个米糕头吼，来回去食平安。即阵大好拄到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炭烧，今年蜜蜂特别甲切好的米糕桃滴伫咧塑胶袋内底，分送的时阵，互信众才会到生命的保庇，也才会到安心。2月初9元宵迄一天，庙也会发花灯，互大家摕花灯迎接春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会变安怎？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影。北部地区对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1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